冠病毒大流行的这段时间，有真侪乡亲拢是食蒜头来提悬着免疫力。再加上最近的天气黏咪寒黏咪热，这个蒜头结球结袂大粒，这个产量大减2成到3成，所以蒜头大起价。讲这个品质好的蒜头，为1斤100飙到180，市场在卖一般的蒜头嘛，为1斤100起到120。另外，这个菜瓜甲苦瓜嘛拢来起价。果菜市场讲，一个月内，这个菜瓜就大起23块半，苦瓜起30块。用蒜头欠芳，真侪人爱这味，加上疫情期间，袂少人爱食蒜头来加强免疫力。蒜头受欢迎，价小自然悬。当时3斤540。农会人拍开这个袋啊，逐粒蒜头拢有够大粒。这款的好品质，进前1斤干那100块尔，疫情期间起到150块。即卖因为天气的变化，蒜头较细粒，产量减少了2、3成。据说价小一直起冲到180块，这是蒜头上好价的记录。今年因为价格很高，又加上国际疫情，还有台湾很多人从网络上看，他们觉得吃蒜头是有防疫的效果。菜市啊卖蒜头较细粒，地头个乌乌，品质较普通，因为价钱嘛为1斤100起到120。我今麦是大的哈，所以较贵。有卖到过120这样的价钱？我以前没有。唔那蒜头起价，菜瓜、苦瓜嘛拢起价。西丽果菜市场讲，一个月内菜瓜为1公斤21块半起到45块，苦瓜1公斤27块起到57块，拢是因为梅雨季黄酸雨。菜瓜、苦瓜拢浸水，出来阁出日头，拢害了，产量就变较少，价小自然就会起价。